90%嘅人用 ChatGPT 其實都係浪費緊佢嘅能力。點解會咁？因為好多人都唔識得點樣去問問題。第一招，俾個角色佢，例如話你係10年經驗嘅行銷專家，咁樣設定之後，AI 俾你嘅答案就會變得更加專業啦。第二招，俾背景，唔好淨係叫佢寫文案，要講明你嘅情況。例如話我賣手工做，客群係年輕女性，幫我寫 IG 貼文。第三招，定好格式，你可以要求佢分3個段落。或者用表格，仲可以提佢用繁體中文，咁出嚟嘅結果就最啱你用。第4招，追問同修改。第一次唔滿意，叫佢口語化啲，你可以叫佢加啲數據支持，或者換個角度再寫過。第5招，要佢先思考。列出思考步驟，然後先俾結論。ChatGPT 就好似個萬能實習生，你指令越清楚，佢表現就越好。